老公，個仔就嚟去澳洲讀大學，個女又話大個咗想去英國學跳舞喎。唉，兩兄妹都要去唔同地方發展，我哋第時退休仲想去紐西蘭開民宿噶嘛，咁多嘢想做，真係諗到頭都大啊！嗱，理財咧最緊要有靈活安排，揀份啱嘅保險計劃，有多種貨幣選擇，無論將來係去英、美、澳、加定係其他國家都有得揀。就算一家人將來各有發展，都唔使諗到頭都大啦。計劃可以分拆保單，俾仔女去唔同嘅地方升學，同埋透過提取現金價值，直接轉去當地俾佢哋做生活費，靈活又方便。嗱，仲有匯率追蹤提示，喺轉換貨幣嗰陣就唔使怕錯過心水匯率啦。嗱，所以啊，要識得提早部署，就可以俾到多啲空間俾仔女去追夢，將來咪可以安心退休咯。喂，老婆去邊啊？去個仔間學校啊嘛，行快啲啦！喂，講埋啦。